一家独立书店曾是多少读书人的梦想，但如今看来，这个梦想正在变得越来越虚幻。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独立书店都面临着生存危机。电子图书时代的到来，纸质书灭亡论，飞速发展的房产经济，产业本身的微薄盈利，这些都和独立书店的生存紧密联系到了一起。仅存的独立书店更多的依靠一种经营者对书籍纯粹的热爱和理想主义精神的维持。为求生存，只能依靠多元化的业务，比方说结合餐饮、文具销售等获得利润，以至于有时大家都把它当成了咖啡厅和聚会的场所。不知道这又算不算是另外一种悲哀？而在香港也有着这样一些书店，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便扎根在寸土寸金的商业旺地，在潮流名店的缝隙中，在日渐昂贵的租金压迫下，他们躲向了空中，并成为香港文化的独特符号。这便是香港的楼上书店。多年来，这些楼上书店也是经历了种种风风雨雨，境遇也和如今中国大陆独立书店颇为相似。穿过喧嚣嘈杂的西洋菜街，途经电器店、波鞋铺和服装店，我们没有停下脚步，而是顺着田园、上书房、世界、乐文等书店招牌的指引，径直进入一间间陈旧的唐楼，拐上狭窄的只容一人通过的楼梯，走到2楼甚至更高。在那里，纯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的书籍正排列在散发着木头香味的书架上。在距香港地面数米、10数米的空中，呼吸着另一種氧氣。咁就我哋書店咧，就喺旺角最繁榮嘅街西洋菜街，即係呢度啦。咁樣就跟住呢條樓梯見到個牌，咁就指住呢個指示，咁就上去就係㗎啦。呢啲係咪就係唐樓啊？係啊係啊，跟住我哋仲要行2層先至搭到 lift 㗎。香港書店都是在這樣的樓上。其實有好多都唔使搭 lift 嘅，咁就不過因為租金太貴啦，咁越開越高，咁就開始而家好多都要搭 lift。咁如果西洋菜街呢度就其實仲有幾間都係唔使搭 lift 嘅，咁但係可能要上多2層咁樣咯。我哋呢度就上2層就有 lift，咁就7樓。咁呢度就係我哋鋪頭啦，咁啊一出 lift 直望就係啦。这家书店名叫序言，是一间典型的香港楼上书店。香港人多地少，地面铺位租金昂贵，在铜锣湾、旺角这种人潮涌动的商业区更是如此。而香港的小书店又多集中于这2个地区，于是为了降低经营成本，小书店只好纷纷爬往楼上，也因此有了一个别称2樓書店。香港書店分2種啦，我諗主要，即係有一種就係連鎖嘅書店，係大集團經營嘅。咁有趣嘅地方，其實佢哋全部都有一啲中國嘅資金背景去支持佢哋。咁除咗呢啲連鎖嘅書店之外，就會係我哋一般叫2樓書店。咁2樓書店多數唔同嘅地方就係佢哋獨立經營啦，即係同呢啲連鎖書店冇乜關係啦。另外就係佢哋賣書會比較平啲嘅，其實即係通常都會打折。咁所以即係當時我做學生就貪平，咁多數都會。即係其實我哋唔係覺得連鎖書店唔好啊，所以我哋唔去嘅。最初主要都係因為平啲，所以會走去即係2樓書店咯。其實所謂的2樓只是一個代詞，比如序言書店就開在了7樓。咁我哋覺得香港似乎其實即係生活嘅空間唔係太多啦，大家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嘅生活裏面都冇乜文化或者學術嘅元素喺入面，而呢啲嘢我哋覺得係對於整個社會啦，對於我哋嘅生活都係好重要，而又缺乏咗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可以透過開一個書店做一啲講座，將呢啲嘢帶俾更多嘅人啦。幾年前，
同为哲学系毕业的 Timmy 和 Daniel 联合另外一位同学创办了这间书店。开店伊始，他们便定位主营各种文史哲和社会科学类的书籍，还有各类英文原版书。尽管在小范围的圈子中赢得了口碑，但时至今日，书店也无法称得上盈利。虽然如此，这3个年轻人依然坚守初衷。店里并没有主推各种流行书籍，又或者靠贩卖各种所谓的大陆禁书来赚取游客的金钱。甚至在地方不大的情况下，他们依然在店里摆下沙发和凳子，让客人有坐下阅读的空間。咁因為我哋書店嘅空間比較細啦，咁所以如果我哋做活動嘅時候咧，就可以即係呢啲地方咧，其實都可以褪嘅。咁譬如呢個櫃咧，就可以咁樣褪咯。咁即係譬如呢度就會空出啲空間出嚟。咁其實呢個都可以再向後褪。咁褪咗之後咧，即係呢個如果向頭先個空間褪咧，咁呢個空間就會可以騰出嚟。咁我哋最後就可以有成個大概可以坐到30-40人度啦。裝碌呢個好似係喎，我冇喺第啲書店見到，即係呢一種活動嘅空間啦，至少即係嗰種流動嘅空間好似係未見過，即係經營唔係咁容易。咁我哋好多時候做活動咧，就即係一般人都會覺得咁做活動係咪要錢咧？咁其實我哋嚟參加活動咧就唔使錢嘅。即係我哋唔要求客人俾錢我哋，而嘉賓亦都冇收錢嘅。咁但係無奈，即係如果做咗活動咧，咁可能生意會少一啲，咁我哋就會將嗰個呢個咁嘅箱咧傳一傳，咁就傳嘅過程裏邊，咁如果即係嚟嘅參加者佢哋即係可以隨緣咁樣放少少錢落去，咁啊支持翻我哋書店嘅活動咯，係啊。咁啊，最高興嘅就係第一就係真係有一個文化嘅群體凝聚咗喺呢一度。香港可能如果對文史哲或者人文學科一啲有興趣嘅人，大概都會知道我哋書店，而佢哋都願意上嚟睇下書啊、傾下偈啊咁樣。呢度可以提供到一啲咁嘅空間俾啲人去開發一啲新嘅可能性出嚟。咁呢個我諗係我哋最樂意見到嘅事。其實都好多人都問過呢個問題。其實我哋仲有啲辦法嘅，譬如我哋都仲未賣暢銷書啊，我哋仲未即係譬如我哋有啲而且確冇呢啲地方冇書櫃啊成咁樣。咁若然我哋真係面對一個好大嘅經營困難嘅話，咁我哋可能會即係會做一啲嘢，令到我哋比較容易啲咁樣生存。可能我哋買多啲國內嘅禁書啊，或者買多啲係啦諸如此類咁樣。就令到我哋嘅經營容易啲。即係我哋嘅目標就唔係做一個好好嘅書店，然後堅持到底，如果唔得就執笠啦。即係我講嘅想法係，我哋盡量做到可以保持到我哋推廣文化同埋學術嘅想法，同時間可以繼續維持呢個書店。因為如果書店結束咗，其實亦都推廣唔到文化同埋學術啦。咁所以即係呢個就大概係我哋嘅立場啦。